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是造成有排卵性未生主要的原因之一，因此病人通常月经无规则，而且大约有60%合并有肥胖的问题。亲像这名何小姐，上胖的时达到114公斤，后来经过基美病院代谢减重中心甲妇产科的门诊，证实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。后来接受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手术，也就是缩胃手术，才予伊成功减重55公斤，并且顺利有心来生产。当初是一个23岁的女性，那当初来门诊的话，是因为肥胖的问题，那时候其实是已经到一个所谓的病态性肥胖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预计帮她做一个手术的治疗。那在门诊追踪的过程当中呢，发现说她有月经不规则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把她转接到妇产科去。那时候我们妇产科的医师给她的诊断是一个多囊性卵巢症。那所以呢，不过她当初最主要是因为肥胖的问题，所以她并没有在妇产科做太多的治疗。那后来呢，在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呢，我们帮她做了一个所谓的袖状胃切除手术，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缩胃手术。那之后呢，她就在后续的继续努力之下，她成功的减重。那减重之后呢，其实她的月经呢也规则了。那也后来也就是成功的怀孕这样子。虽然何小姐过去曾经透过运动加饮食控制来减重，但一直拢无真好的效果。加上月经无规则来就医，才发现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。因为我有多囊卵巢，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切胃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会觉得，为什么月经我要吃催经药我才会来，或者是我怎么会无故的就是体重一直升胖？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，所以我妇产科也有看，然后就是医生这边也有看，想说，那合并下去会不会减重就会达到就是顺利来月经的效果？因为毕竟女性还是要有一些代谢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你过去有没有自己试着用什么样的方式？我过去有试着用运动，或者是控制饮食，或者是改变生活习惯。但我说真的，这如果是因为身体发起的，就是互相影响的话，我觉得你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行为，其实也没办法真的抑制到达到很好的标准这样子啦，嘿啊。基美病院为了帮助更多减重病人来圆梦，特别整合侪科的团队。包括内分泌、新陈代谢、一般加消化外科、营养科加精神医学部等团队的评估加追踪，对运动、饮食、生活形态的调整、药物到减重手术等。医师表示，因为减重手术也是有风险，必须要经过医师详细评估，才能进行手术治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